前代表朱仲華、黃許律師行信件，日期是在2001年11月6日。由朱仲華發出的律師信。要求被告提供有關2001年11月5號答辯書提及的答辯中約，有關答辯書內第6段 D 及 F 提及的組約，第一份組約是在1998年11月2號，第二份組約是在1998年8月1日。是在答辯書第6段 E 及 F 提及。要求被告提供有關在答辯書內提及的組約，是由黃許律師行朱仲華發出的律師信。陳鑑清律師行於2001年11月7號回覆信，回覆信上有黃許律師行蓋章作收件，日期是在2001年11月8日，是根據黃許律師行於2001年11月6號的信件回覆。律師信注明提供2份答辯組約，第一份答辯組約是在1998年11月2日，第二份答辯組約是在1998年8月1日訂立。被告律師信上注明有關組約是第125及1232地段，125及1232地段的組約到期日是在2001年7月30日。上述是第1、2被告陳鑑清律師行的律師簽名。1998年11月2號的組約實體，甲方楊富崇，乙方黃志孝。有關答辯組約地段1231。
另一份答辯租約實體，日期1998年8月1日。甲方楊澤雄授權黃德信，乙方福喜停車場，地點1225及1232，下方甲方簽名，黃德信簽名。乙方福喜停車場蓋章，行友黃志孝簽名，見證人楊滿貴村長，楊滿貴村長也在第一、二被告答辯書內第6段有提及。租約上修改錯字旁，有黃德信簽名，第3被告黃德信簽名，及第4被告福喜停車場蓋章。在修改錯字旁並沒有第1被告黃志孝的簽名。被告答辯租約上清楚看見有2個福喜停車場印章，證明第4被告真屬福喜停車場經營人，授權第1被告黃志孝與第3被告人在協議過程中作出修改。第1被告人黃志孝代表福喜停車場，在錯字旁蓋上福喜停車場印章。清楚看見修改錯字旁有第3被告人第2個簽名，及福喜停車場第2個蓋章在修改錯字旁。修改錯字旁並沒有第1被告黃志孝簽名，足以證明第1被告黃志孝是代表福喜停車場與第3被告人簽署上述租約。請參閱投訴人網頁。投訴人網址：網址內附件第4及附件第5、附件第6，足以證明是有答辯租約的證明。被告的答辯租約是1225及1232的租約，並不是全代表朱仲華的解釋。朱仲華將被告租約歪曲為1235的事，並歪曲被告答辯租約的承租人為第1被告黃志孝。